嘿对，顶礼拜讲到5日节。嘿啊，咱即礼拜要讲啥？奇怪，咱哪会安尼开场哈？嘿对，大家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咱顶礼拜讲到到底好无代志，继续，请讲。所以咱即礼拜，你敢有问我即礼拜创啥？有啊，我有问过啊。所以咱即礼拜要继续来讲毕业的心情。哦，讲到毕业的心情啊，是，顶届咱是毋是有讲到毕业歌？系啊，安怎你今日佫想要唱歌呀？毋是啦，就是想讲啊，咱就较常听着迄华语的毕业歌啊。对啊，所以咧，所以吼，我有去网络顶找资料，有台语的毕业歌呢。你有去找着啊？有倒位来的？就是有一条新闻讲，今年啊，高雄市的教育局有举办迄高雄市本土语言毕业歌曲创作比赛，就错了。你是毋是就是要吞嘴呢？你连名都无共念好，你较尊重啊！我念安尼一拖拉裤，那无念嘛好。高雄市本土语言毕业歌曲创作比赛。我听到你的嘴暖声。哦，你讲的即个我哪像有印象？咱是毋是佫有派系记者去采访？有啊，我看的新闻都是咱台语台去采访的。因为我看迄若是甲本土语言有关系，其实咱台拢会去采访去访问。一定爱啊！啊，迄第一名的歌曲，我甲你讲，有够好听。有够好听。听一遍我就起鸡母皮。啊，猫仔敢有听？啥物猫仔敢有听？有够好听，啊，猫仔敢有听？就冷诶，我会冷笑话一直都去。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因为咱台语歌本地就真好听。嘿啊，听迄个歌吼，想起我的青春哦。你的青春，青春啊，嘿啊。就问者你是偌老嘛？才加我一岁尔。嘿啊，莫讲，要来开场啊。所以你确定你无要唱？无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个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甲还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即摆开场真是愈来愈用开始啊！你安尼我加大做艰苦的呢。好，你继续。所以你真正无要唱？无爱啦，我感觉我今仔日迄若后的状况无啥好，还是要唱。我无歌通唱啊。我点歌互你唱啦。啥物歌？期待再相会。你是讲我们遐迄条？哈？我们遐迄条哈？毋是，台语的，是台语的。我知，是毋是迄条？再会，难分难离在心底。我这条歌唱起来伤过悲伤，安尼影响我念批的心情啦。我也是开始来念批好啊。好，第一张批是台北的阿辉写来的。两位小编、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辉，我是今年的大学毕业生，顶礼拜已经毕业啊。今年的毕业典礼是伫线顶参加，我是感觉佫袂歹，嘛是我头一遍体验。实在是因为真侪人一直咧甲我问，所以我就想讲，伫遮做一届分享，互大家知。毕业典礼迄天，典礼差不多是10点开始，因为是线顶举办，我嘛毋免专工西装打扮，阁会当哪食早顿哪参加典礼。我阁甲画面接电视，招厝内的人做伙看。典礼流程甲实体其实差无偌济，线顶典礼人无法度去，学校就用相片来代替。虽然无法度亲身甲现场领奖，毋过学校有将每一位同学得奖的心声放伫画面内底，互大家看。这就和实体的典礼无共款。一般的典礼干那颁奖尔，嘛无感想的分享，而且因为人数多，根本就看袂清楚台顶是啥人。线顶用相片的方式，每一个人都会当看甲清清楚楚，而且佫会当紧家己满意的相片。大学的毕业典礼有一项拨穗的仪式，是我幼稚园到高中的毕业典礼拢无听过的，因为是头一遍听到，我阁去查迄是啥物意思。拨穗就是甲毕业生的毕业帽的帽穗为正边拨到倒边，代表讲着穗已经熟啊，嘛象征毕业生已经完成学习，
要来离开学校的意思。这点我就感觉较可惜，敢若毕业生代表会当体验到。毋过我有暗算阁要考研究所，所以我阁有一摆的毕业典礼会当参加，所以嘛袂讲非常可惜。半岁的仪式结束了后，就是学弟学妹的祝福、毕业生的祝福，阮学校阁有牧师的祝福，听讲嘛是少数学校才有的。过来是唱校歌，因为是山顶的典礼，学校放音乐，阮嘛免唱。阁有一个无共款的，就是校园巡礼，因为人无法度到，学校就改做放影片，阁一摆带大家来踅校园。看到这个影片，就明显感受到我真正要毕业啊！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啊，要进入新的阶段。看到山顶的老社区，大家互相祝福，我的目眶嘛小可红红。山顶的好处阁加一项，会当偷偷啊哭，免烦恼互人发现。而且典礼结束了后，影片会留着，随时会当放来看，做一个怀念。安尼看来，山顶的毕业典礼好处其实袂少。所以比较起来，我个人是感觉袂歹，袂互人感觉讲，因为是山顶的就较简便，嘛是有感受到大家非常用心的准备，而且全家大细拢会当参与，省钱佮省时间。毋过我嘛是希望疫情赶紧变好，大家有话见面讲，互相联络感情。我是认为人甲人的感情是山顶无法度取代的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祝福黑白边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多谢。哎哟，多谢阿辉的祝福。哎呀，多谢呢，嘛祝阿辉啊，新的阶段一切顺利哦。我问你哦，你个人若是有你选一遍，你较想要倒一种？我较爱山顶的呢。是哦，是安怎？第一，省钱佮省时间。你家己用哦，家己用免钱拢好安尼。省钱我就无条件佮支持啦。你敢知影？典礼开始进前，就爱开始做准备，安尼爱开足侪时间的呢。嘿，而且咱若是伫咧外地读册，家长想要参加，佫是一笔开销，想想咧吼，还是感觉山顶会较好。哦，毋是开你的啊。我嘛爱替阮老豆省钱啊。好啦，虽然你讲安尼嘛是有道理的，但是我感觉会当困甲典礼进前，即项我感觉袂歹。就是啊。哦，你其实是因为免钱的吧？你个爸，过来爸，家己用共款，甲家己用共款，免钱拢好啦。即马钱歹趁呢。好啦，而且顶下咱嘛有一张批嘛是讲着迄山顶的毕业典礼。对啊，我会记得迄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写的。对啊，佮下骹无千箍啦吼。即边阿辉是伊本人来分享的大学毕业，我感觉两种的感觉就是无共款，一个是伊家己本人写，一个是边的人伫看迄种感觉。嘿啊，而且即个大学毕业典礼有半岁的仪式呢，足特别的。对啊，但是伊讲的对啦，硕士嘛佮一个但是因这有牧师的祝福呢。我咧想讲，伊可能读的敢是迄种，就是有宗教的迄种学校。应该是哦。是讲呢。我毋捌见过牧师本人讲。你记牧师本人要创啥？无你去教会啊，教会就会当看到啊。无代无志去教堂要创啥？你会当去甲牧师忏悔啊，讲你拢甲我欺负啊。黑白讲，明明就是你甲我欺负，会紧拿话你念批啊啦。你看你这样歹态度就歹着。希望讲到时阵你去找牧师希望到时阵你去找是啥物去忏悔？你到时去找牧师忏悔的时阵会当较诚心的哦嘿。好啦，再来继续念第二张批。第二张批是台中的西瓜写来的。黑白边恁好，我是台中的西瓜，今年已经30通岁啊。最近听节目大家分享的经验，就互我开始思考我高中毕业旅行到底是去佗，但是我安怎想都想袂起来，因为我无甲阮同学联络，所以嘛无人通问。结果伫咧顶礼拜休困的时阵，煞去互我抄着相片，一张一张倒倒我看。迄时的记忆才一点仔一点仔恢复。会记得高中时的毕业旅行是2天1暝，但是我真正想袂起来到底是去倒，因为嘛找无相片通想，所以暂时就先莫管伊。高中的时阵就变做3天2暝，已经袂记得带偌济物件出门，但是我看到3天我穿的衫拢无共款，我想行李应该是袂少。第一天的行程是出发去台南奇美博物馆。我会记得伫遐踅真久，
骹真酸，而且迄是我第一届看到大只咸的标本，到今我还阁会记得迄个感觉。半路行程当中，有伫咧休困站边食饭，是安怎我会记得这项代志？因为有相片啦，哈哈。而且即马看以前的相片，拢会起爱笑，感觉以前的咱摆出来的姿势，哪会遮尔好笑？过来就出发去七股，其实我袂记得到底是去倒。好啦，我知影即句我已经讲真侪届，但是大家就小忍耐一下，因为我真正是足感慨的。不离过我看到相片内底有坐船出去导览，而且还有烘蚵仔伫食的相片，我就用这两个关键走去网络找，结果查落就知影讲是七股。看起来遐个历史已经真久啊哦，所以来是去关山看日头落山。我嘛毋知影是安怎，我干那会记得讲是去遮看日头落山，因为我的相片根本就无翕到，真正是我家己笑死。过来就一直坐车，一直坐车，因为我看阮大的饭店是伫咧垦丁，我用地图来看即个路线是坐车爱坐真久，沿路我有翕真侪坐车看到的海。原来我自细汉就遮尔爱看海。印象当中，阮是连续2天拢住伫同一间饭店，因内底阁有一个会当耍水的游乐设施。第一天暗时食饱以后，就会当去耍水，耍到要困进前。这件代志我真正是记条条，因为我人生当中第一届渡水的经验，就是发生伫遮。会记得是一个拿圆盘的物件会当撸落去，下骹是一个真深的水池啊。我会记得我迄当阵有甲救生员讲，我袂晓游水，叫伊爱好好甲我救咧。但是拄好我落去的时阵，若像有人在甲伊救，结果第一时间伊无甲我接咧，我就直接落去水底。迄当阵完全踏袂着底，规个人食着真济水。原本我想讲我可怜要死去啊，好佳在救生员全一直甲我救起来，佮叫我头爱打打，嘛大声喊讲：我救着你啊！你莫紧张，你莫紧张。尾仔才顺利去你岸顶。会记得后来，我就跟他耍一寡较普通的了后，就去困啊。即马想起来，也是感觉真恐怖。第二天是去垦丁社顶公园，还有海参馆。我嘛敢若会记得规工是一直行行程，而且社顶公园内底爱行楼梯，搁爱趟过一个山壁。嘛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渡水的关系，我会记得我迄当阵是会当坐车去山顶的。尾仔大家翕相了，就去海参馆。嘛有像进前网友分享的。大家拢会伫咧大海岸头前来翕团体相，那像是有翕到海岸，才代表讲有来过。其实讲真实的，我对海参馆嘛已经无啥物记忆，而且讲嘛奇怪，路边的海我就一直翕，是安怎海参馆内底的相片我一张拢无。第二天暗时伫咧饭店有举办烟火的暗会，重点是我的相片内底嘛是无翕到烟火。听众朋友啊，恁听到这？若是有甲我同款头脑无好的人，千万爱记得翕相。若无，你就甲我同款，这个时阵啥物拢想袂起来。最后一天就去垦丁，直接赛车去森林的游乐园耍到结束，了后就转去啊。迄届若像是我头一届坐摩天轮，我嘛是迄当阵才知影讲，原来我家己有小可惊悬。其他的相片我看咧，嘛是想袂起来有啥物印象较深的故事。但是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迄个人就是我的队副姐姐，伊号做芭比，人生作水，佮会跳舞。迄当阵上流行的歌就是《舞娘》。会记得暗会的时阵，伊阁有表演，现场的查甫真正若像起笑共款，一直咻一直咻啦。即几工阮两个就若像姊妹仔共款，伊对我真正是特别照顾，而且佮甲我耍甲真少。安怎讲恁敢知？因为3工内底，逐工拢有阮两个人伫烧金的相片。即马对应疫情看起来，真正是感觉真恐怖。但是相片内底我看起来是笑甲真欢喜，毋知影伊敢阁会记得有我即个人。原本想讲无啥物好写，结果即马看起来是老长一张。毋知影是黑边还是白边会念着即张批，先甲恁讲一声辛苦啊！嘛感谢恁的单元，互我是有起我青春的记忆。多谢，希望大家拢健康平安。这个故事有够精彩呢！对啊，我真正是强要喘死。好佳在西瓜，你有特别甲我说多谢，我真感动。念批本底就是运动的，什么感谢？奇怪，我喘懵喘袂使懵感动哟。毋是啊，你明明嘴大吞对。
毋是啊，你明明就是讲西瓜有甲你说多谢才感动。无要紧啊，花枝拢是感动，你着莫计较讲是倒一个部分啊，安尼刚好。哦，拢你咧讲，你妈害网友毋敢写批来的。即马敢是着搁爱回失礼的时阵啊。嘿嘿，着爱看你啊。我是无想要先即马回失礼啦吼，咱等下才回失礼。因为讲着海鲜馆，我顶礼拜真正有去查呢。哦，啊是安怎爱特别去查海参馆？应该是讲吼，我原本顶礼拜网友伊毋是拢有写讲，大家拢会伫咧海鲜馆头前，甲迄只海翁翕相。嘿啊，我想讲，我无啥物印象呢，所以我就走去查，结果查落真正是不得了呢。安怎相片伤侪看袂完哦？毋是，是你着拍海鲜馆了广告就一直来。喂，你知影手机还是恐怖的呢？迄所有的广告呢，一直走出来呢。哦，真呢，哦，敢若会甲人敢听共款，敢听着啊？偷看我的手机啊，对。哦，所以你敢有看到啥物？创啥？所以你敢有看到啥物较趣味的？有，就是有，我有看到，我才想要来甲你讨论。好啊，讲来偏芳一个，偏芳一个。因为我看到一个物件，真正足趣味的。你敢知影讲，就是会当住伫海参馆的行程？我知。你想爱想遐久？你想爱想遐久？我知，因为阮阿兄甲阮阿嫂结婚的时阵，是啊，就有迄蜜月旅行。咱两个喙拢害去啊！敢是安尼讲？对啦，蜜月旅行，蜜月旅行，无想管啊，结婚的旅行啦，嘿，过来。嘿啦，啊，阮阿嫂就有安排讲伊要去迄海参馆，甲迄小白海翁困。但是我看迄个困涂骹呢，蜜月旅行去困涂骹，可怜哦。啊，袂要紧啊，迄是一种特别的经验啊。哦，啊，你敢知影偌济钱？我毋知啊，我也无去。我原本看的广告写甲安尼，我就是讲足贵的，因为但是住伫海鲜馆听起来真正是足趣味的，所以我就继续伫遐查了，就发现讲啥？你毋较紧讲。我感觉即个价钱是合理啦，而且吼，就是啥？一个人的钱内底，佮有挂门票啊、暗顿、半暝佮有宵夜通食。早顿是爱开偌济？你家己去查啦，听种朋友啊，你家己去查嘿，免3000，毋免3000，毋免2500，啊，偌济钱你家己去查。安尼我差不多知影。宵夜佮挂早顿，所以有3顿，哦，有3顿，啊，过来就是因会甲你就是铺眠床。嗯，重点是你若困袂去要安怎？因有夜间的导览，袂歹呢。而且因有就是迄营业的时阵结束了后，现场就是饲鱼啊，敢是？或者就是有一个会当饲的迄啊，但是你若是想要住伫迄海底磅空啊，还是像你讲的恁嫂啊去住迄小白海翁，小白海翁是啥啦？小明哦，小白海翁建议你就是半年前就来报名，因为我看迄网友有写讲其他的区域啊，较无人要报名，但是因就建议讲吼，你若想要抽啥物所在，你一定爱愈早报名愈好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为虾米？因为你经眠床的顺序是照你报名的顺序来定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所以若有人想要经，像即世人做想要甲白海翁住做伙，你就是爱较早报名。而且我阁有去看伊迄住伫遐的迄行程内底会当创啥？会当创啥？伊阁会当去看迄，伊就是透早。我咧讲啥？你莫紧张啦，豆豆讲。紧张我导览呢，我只要介绍阮海鲜馆的，阮海鲜馆。你是伫遐领头路？无啦，伊去报道了，佫会使佚佗，啊，你佫会当望迄体规工的我，你甲伊捧起来，咱甲伊讲话。对，啊，而且你甲鱼仔困了，听讲因为伊是透早7点来起床，啊，但是暗时10点就困啊。啊，有网友就写讲吼，你若是想要翕迄足水迄种相片，你就是爱比别人较早起床，啊，你会当去迄个拢无人的迄海底磅空啊，还有就是一寡那像迄电视剧安尼迄种的，过来会带去海坪做迄生态观察无？哇，感觉有够精彩的呢！而且一年四季的行程拢无共款哦。安尼哦，啊，你敢有查资料？你即摆想要创啥？你即摆讲那春秋白啊，什么都没有搞问的。咱即摆是线顶的观光团，听众朋友啊，即摆是线顶的海参馆哦。即摆咧
要浸是热天啊，所以我想要知影热天是啊，的行程。伊听讲是春天是去看迄船鸥，哦，热天是看鲨鱼，啊秋天是看迄毛蟹，寒天就是去巡田水，因就会带你去迄就是巡田水，对啊进田哦。对啊，伊会带你去迄一个啥物边仔的一个就是啥物海底崩坑还是啥物件。但是每一个季节当困，就是开放困的所在无共款，所以若是有想要去的人，爱会记去查。了解了而解。且真用心呢，迄就是若是你秋天看毛蟹时阵是下晡4点才集合，对。啊，伊若是去港口的社区安尼佚佗，对。啊，而且你要去看海，春天要去看海啊，你迄个早行船的摇啊，因为就是要坐船。啊，迄去看毛蟹，伊佫叫你讲迄鞋爱穿好。甲你早秋电啊，佫有迄就是惊有蠓去甲你咬。哦，但是伊讲寒天的时阵，爱早迄会当炸一个无啊。阮可能住北部惯势啊，寒天也有迄日头，寒天就无日头。寒天就是一直落雨啊。嘿啊，寒天哪有日头？日头无日头无寒天，无人寒天无日头啊。人咧垦丁无共款啦。哦，嘿啦，四季如春啦吼。哇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无？好，你讲。你是海参馆的关公大赛哦？我嘛安尼感觉呢。海参馆的小编，海参馆的小编，你敢有听到？你若是有听到即个节目吼，请汇款来哦嘿。上好伊听会着啦。你着有一句话号做有梦上水啊。啊，毋着咱的希望相随。好啦，无要紧啊，你甲我相随就好啊。我是无可能甲你去困海参馆的，你莫想咧。你是毋是惊你困的模样会去我看着，伫咧歹势？无啦，我是感觉讲啊，嘿，就是遮尔济毕业旅行即个行程，那拢无同步的啊。东部，嘿啊，东部的毕业旅行是要去倒？东部啊，就宜兰啊、花莲啊、台东啊，嘛是一个路线。是哦。真的咧，哪像大家拢无去？我迄个年毋是我迄个年代，我才当毕业尔。阮是无计划去迄边啦，因为阮中华要上北要落南，拢做方便的啊，所以阮是无去到遐个所在。哦啊，可能有一个原因啦，就是因为拢是学生囡仔，对啊，东部都无遐游乐好山好水啊，好山好水真无聊。敢是安尼讲？啊，毋过毋知影是安怎，就是感觉有一定的年岁了后，就会较想要去对啊，接近大自然。大自然，敢是安尼讲。而且迄花莲嘛是有一个什物海鲜馆对无？哦，嘿啊嘿啊，对啊，嘛是会当看表演啦。袂，我无想要看表演。你无想要看表演？对，我感觉看表演爱去训练动物，我会毋甘。哦，就像我训练阮家的猫仔有爬练道啊。你是真正有训练哦？无啦，我袂讲诶，伊本身就会爬练道啊，伊想要创啥就创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，讲较济，你当时要甲我出去困，出去困，出去困。我无法度。是安怎？莫歹势啊！有人摇啊！避掉。好啊，我无想甲你讲啊，你去甲别人摇，我要收尾啊！好啊，真正会当收尾啊！这雄就搁要收尾啊！好，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真正雄甲收落。所以你是要接无？好啦，倒一摆无要接拢接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批示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歹虾饺，便所等你有啥就歹啊？歹啊，你有迄个酷势安尼，开卡安尼啊！来啦，食凊饭，便所食粽，到底便所要食啥？我叫你，你想大声变去？一般的典礼敢若搬，我佫讲毋对啊。一般的典礼敢若颁奖尔，颁奖。对颁。哦，看到即个影片，就明显感受到感受。你是咧一工仔共干写干啥？我的目
无过哦，听起来是无过。我的分享就到这，卖笑啊！错话啊！听会出来哦。以为我的分享就到这。很生气啊！你就最后一段。阿辉啊，阿辉啊，你就是这个人啊！就互我开始思考讲，我高雄的毕业，我是要去高雄参加毕业典礼。就互我开始思考，我高中的毕业典礼到底是去对毕业旅行。哦，我头家拢是咧想毕业典礼啊。